也祝大家平安，大家熬早。咱今来团练，今仔日要唱的圣诗，圣诗第42首。42首，请来耶稣，阮所仰望，请来耶稣，阮所仰望，救子民得到自由，赞咱脱离一切压迫，换命对你得保守。咱来吟全首。这首互咱伫个生命的苦境当中会当得到仰望，所以咱就用较轻快的节奏来唱。请来第一段。请来耶稣，阮所仰望，救子民得到自由，将咱脱离一切压迫，换命对你的保守，来头蒙受咱的同胞，救因出。PPT， 咱搁来吟第一段吼。好，咱搁用小可较轻快的声音，互咱会当唱出耶稣所要带互咱的迄个仰望。好，麻烦老师。好，搁来，好，预备，来。请来耶稣，阮所仰望，救子民得到自由，将阮脱离一切压迫，换命对你的保守，来头保守咱的同胞，救因出。为明白人生目的。好，再来，咱来吟时间差不多，咱再来吟第41首。请来，伊玛雷利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咱用这首诗来安静咱的心，好，来准备礼拜也请大家将手机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。咱念第一段就好。请来，伊玛雷利，救赎以色列正家人，因受千山是真伤心，仰头望星叫光临。是到这，请人安静咱的心，备办礼拜。
我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高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少念你的慈爱。这是咱做来唱圣诗第41首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请大家起立。请咱议员徛咧，用新的诫命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转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是要来启用文第41篇，伫圣诗后壁面，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，亲像在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。
讲断因肩头的棍，侵略者的军鞋割着血的军服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，贤明的道师，永在的天父，伊的主权无强，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这是咱做来祈祷。主要说，阮是有罪的人，常常伫阮家己感觉对的代志顶面来迷路，失去专心仰望伫主。因为阮想过相信家己，无看到你伫头前引带阮。求主你赦免阮的过犯，伫所有的代志顶面。主用你来智慧来教示阮，教示阮的喙齿，互阮用听心讲诚实话，但嘛讲造就别人的话。主，阮伫生活中经历各项的事，无论是身躯的病痛，还是生活的艰苦，还是工作的压力，还是家庭的问题，拢求主来为阮开道路。因为阮知影，当阮仰望伫主。你必定带阮有备超过阮所想象的稳定。求主你也特别赐福今仔日来礼拜，共听你话语的人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，重新伫主的内面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盼望。伫生活中会当记牢你的话语，将信仰落实伫阮的生活。知影伫你来进前，阮爱预备好家己。嘛，互阮家己无论伫教会还是伫外口，拢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恳求主继续来看顾阮即间教会，阮的教会会当搁较济合一，彼此伫主内面有搁较济的关怀甲交陪，做伙做主美好的工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赞美，请圣歌队。我心情赞我主兄弟，我领兄兄儿乐兄弟，一夸过我，一呼起我，我心快乐不停。我心情赞我主兄弟，满谷甲我撒个欢喜。
主上帝，我俩上上啊了上帝，你看过我，你扶起我，我心快乐不停。我向前走，我主兄弟，我向前走，我主兄弟。即时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。关于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那定。因为人子的来临，嘛会亲像挪亚的时的情景。大水来以前，到挪亚进入大船迄日。人照常啉食过带，因糊里糊涂拢毋知，大水忽然来，甲因拢冲走。人子的来临嘛会安尼。迄时有两个人伫园林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咧。两个负心人伫画无间咧画石磨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咧。着警醒。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，恁着知即家的主人若知暗时几点贼仔会来，一定会警醒，袂互贼仔乌壁空入来厝内。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，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。讲道，刘干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听候毋忙。当先来祈祷，请来，姨妈来你，主愿你的心，即是甲阮众兄弟姊妹同在，陪伴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通互阮会当领受你所要对阮讲的话，也互讲的甲听的人同齐得到利益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影即阵咱若出去外口踅街买菜的时阵，敢有感受到圣诞节伫要到啊？哦，我会记得吼，咱的同工开始咧布置咱的圣诞树的时阵拄好，互阮迄两只细汉的看到，哇，因足欢喜的，因着走去伫遐斗相共伫遐捡球，我毋知影是去斗相共还是去乱的啊？但是因着足欢喜哦，甲我讲妈妈，安尼是毋是圣诞节要到啊？讲嘿对，恁知影圣诞节倒一天吗？毋知，反正要到啊。所以咱通知影吼，咱若知影时间伫要到的时阵，咱行出去外口，甚至有的时阵，咱会发现讲，哇，遐个百货公司咧准备圣诞节，拢比咱搁较早，对无？有的时阵可能为10月吼，10月底开始，你会看到人咧卖迄个万圣节的物件。万圣节的物件一个月就随换做圣诞节的物件。哇！因咧备办是比咱搁较紧的吼，早就甲迄个货拢款好啊。所以咧，即摆要过啥物节，去踅菜市啊，或去踅文具店，去全联，甚至你去小北啊，你就知影过来要过啥物节。所以咱嘛会当对遮会开始想吼，咱的心敢也亲像遮个卖物件的人共款，有提早咧准备咧。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一主日，也是咱教会历新年的开始。一个宣告，搁一个新的循环要开始啊！咱搁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迎接这新的一年呢？我想，伫这个抬杠节期，咱毋若是要备办迎接圣诞节，咱也是要备办随时迎接基督的再临。但是呢，
咱拢知影圣诞节什么时阵会到，对无？所以咱嘛知影，咱有偌济的时间开始会当做准备。哦，信歌队就知影讲啊，我要唱遮尔一条歌，我要为什么时阵开始练？也是讲大家拢知影啊，咱会有圣诞爱餐，所以咱的教育部嘛知影，什么时阵就要开始做准备。甚至阮的小朋友伊嘛知影，圣诞节过了，就要跨年啊，是因着备办便已经备办心要创啥？小朋友诶，想要创啥？哦，要敲钟啊，搁有咧。仙女棒啦！囡仔甲真个毋知影钱偌好用吼，啊，所以红包可能对因来讲是基础，但是仙女棒因绝对记条条。从什么时阵呢？从10月就开始咧问啊，妈妈，什么时阵会当成仙女棒？我甲伊讲跨年，伊讲跨年是什么时阵呢？讲12月31号的半暝，咱要到伫要到2016年1月1号的迄个时阵，咱要来跨年。逐工就去甲我看月历哦。妈妈，今仔日几号？开始算。伊的心，可能圣诞节无法度互伊点仙女棒，所以今仔小朋友的心无伫圣诞节哦。但是伊知影。12月31号的半暝，要看到凌晨1月1号的时阵，伊知影迄个时阵，伊会当成仙女棒，伊的心自即站就开始咧备办啊，自即马就开始咧备办啊，逐工拢咧看，逐工拢咧算，逐工拢咧等。个昨仔咱伫遐咧点迄个圣诞树的迄个电灯的时阵，伊就问我讲：今仔日有仙女棒吗？我讲无。甲跨年较有，讲哈安尼今仔日我无爱去。但是你就知影，伊知影有一个物件，伊就忙就较无，伊知影什么时阵会发生，所以伊的心就早准备好势啊。但是若拄着迄种你毋知影什么时阵较要到的代志，咱会做偌济会准备咧？咱敢阁会有期待？咱知影圣诞节什么时阵，咱嘛知影跨年什么时阵，但是拄着迄种毋知影什么时阵较会发生的代志，咱会做偌济的准备咧？耶稣捌伫圣经讲啊，伊真紧就要倒来，对无？人子会阁来吼，伊怎样来着？会阁怎样安怎阁倒来？所以迄个时阵的人拢感觉，哇，耶稣已经对死过活，安尼一定会照伊所讲的，足紧就倒来。因为耶稣讲，我受死了3日后，我要过活，哇！这项代志真正发生啊！所以当耶稣讲伊要过来的时阵，大家就感觉，对，耶稣足紧就会来。甚至耶稣嘛讲过，伫恁真侪人也未死以前，你就会看见我的荣光，所以大家就感觉，迄是足紧的代志，偌紧。耶稣来啊吗？咱即马已经2025年啊吼，耶稣还袂倒来咧。所以你通想象哦，伊迄阵的人听到耶稣讲，伊足紧就要倒来，哇！大家拢足期待的。伊的学生嘛一定足，伊的门徒嘛一定是足期待的。我的老师伊讲伊足紧就要倒来，但是随着时间豆豆仔咧过，门徒也无阁少年。甚至一个为着耶稣来死的时阵，大家雄发现，惨啊！耶稣的紧和咱的紧无啥相像呢。耶稣对时间的感觉，敢若和咱对时间的感觉无啥相像呢。我若甲你讲，阮足紧就会。足紧就要结婚啊！可能你会知影讲安尼可能无几冬，也是讲咱的少年人，伊甲你讲订婚啊，足紧就要搁结婚啊。咱可能会按讲安尼可能半冬至1冬以内，因就会甲婚礼办落了。也是讲，咱家己病院看到咱所爱的人伫遐倒咧眠床顶，然后你看的身躯顶插足侪讲医生甲你讲。咱也别担心，可能真紧啊！咱嘛可能会按拢安尼可能1礼拜外、2礼拜，还是偌久以来，咱就会知影即个人要离开咱。但是耶稣的足紧，和咱的足紧，敢若差足济。所以咱通想象吼，
当初是初代教会，本来为一个足充满期待、足兴奋伫遐咧准备，到愈来愈久，开始就会开始产生怀疑。耶稣讲的敢是真的？伊敢会讲毋对？甚至就会开始怀疑，啊无进前咱所拄着的迄个耶稣，敢是真正的人？还是咱看到鬼？就出现一个物件叫做幻影说，吼，讲咱看过的迄个耶稣，不过是一个幻影，不过是一张梦。就开始有人咧怀疑，啊，伊敢真正是人？敢真正是上帝的囝？敢是真的？这一切敢会是咱误会啊？甚至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过身了后，就开始有人咧怀疑，因以早所讲的代志，敢有影？还是迄因进前食酒醉，凊彩后甲人骗的，这敢是真的？所以咧，后来的人就开始发现，哇，咱若无紧甲耶稣所讲过的事，甲伊记落来，以后咱以早所听过耶稣所教示的遐个话，就无过是真的。伊就会变成一个传说，伊就会变成一个传奇，伊会变成一种故事，像迄希腊神话共款，毋知影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像迄以早咱所听到的后羿射日、盘古开天辟地、女娲补天，拢会变做是一个传说，毋知影是真的还假的。所以后来，佮愿意相信耶稣的门徒，因就开始写福音书，开始将耶稣的故事家记落来，免得大家袂记哩耶稣真正来过这个世间。甚至咱伫圣经研究内底，咱会当知影上早可能上早完成的马可福音嘛，差不多是伫主后65至70当这个期间来完成。所以咱通想象哦，因对耶稣离开，甲因发现着耶稣无影遮紧会来，甲因开始做遮的记录，迄拢是30几冬以后的代志啊。30几冬会当改变偌济代志咧？等一个人等30几冬，敢会将咱的热情，将咱对伊的疼，将咱对伊的期待开始消磨，开始豆豆失去耐心，甚至豆豆失去愿望咧。等待30几冬了后，人的迄种变淡，也是迄种螺丝放互零的迄种的情形，就会开始豆豆出现。渐渐，人可能会无搁再期待耶稣要再来，可能豆豆对上帝国的再临就无搁有愿望，甚至会感觉迄豆豆和我无关系。因开始，人会开始无介意出现遐个袂当控制的代志，敢若会想要在意我眼前我所会当掌握的事，然后豆豆会开始变做我要及时享乐。我眼前所看会到，我北学好就好啊。后面耶稣伊到底有要来，还是无要来？再讲吧。咱敢会嘛安尼？这个好亲像咧，我有诶时阵听，我会记得以早我诶爸爸妈妈会为着买保险无冤家，安怎冤呢？妈妈会感觉咱毋知影咱啥物时阵会出代志，所以保险爱先买起来。爸爸会感觉你拿遐尼侪钱，逐冬拢咧落，一直落，毋知影啥物时阵才用会着，规气莫浪费啊！你一冬落3万，10冬就30万，迄30万。咱无定都会当搁换一个啥物搁较好的电视啊，30万会当换一组碰椅啊，30万会当换啥物物件？何必甲伊落伫迄个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发生的意外咧？所以因会为着即种代志伫遐咧冤家。可能当咱咧面对遐毋知影啥物时阵较要发生的代志，咱就会对伊哪无在意，甚至会感觉我甲眼睛我看会到的。我处理会到的，我好就好啊。平常时咧，我着照常过日，就亲像耶稣所咧讲的，那时代遐个人，因就照伊的心意，照常啉食嫁娶，
日子过会好就好啊，欢喜就好啊。人生海海，无需要拢了解，敢毋是？欢喜就好。真侪人就开始用即种的心态来过日，总是伫因伫遮照常啉遮过出来的时阵，大水就向来啊。但是这敢是真正是忽然间来的吗？咱来想想哦，哪阿是安怎？耶稣要用哪阿来做譬如咧？哪阿讲伫迄个时代，哇，伊要做一只方舟，伊要做一只大船，应该大家拢看会到吧？可能加加减减嘛会有人喺问讲：啊，你无代无志起即只船是要创啥？可能无意中也会听见哪阿伊有领受对上帝来所讲的话。但是若是我是因囝，我嘛会感觉阮爸头较歹。天气看起来就袂歹哩。哪有可能迄那会落雨？哪有可能会落雨落到咱需要坐一只船呢？可能大家拢会把这当作是笑亏，总是只有哪一个人认真看待这项事。虽然伊无一定知影真确实的日子是倒一天，但是伊有缘就先备办，开始起这只大船，然后当大水来的时，伊就会当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，对无？啊，款款啊是吼，遐动物款款啊，一只一只来哦来哦，坐船哦，厝里的人啦，来哦来哦，坐船哦，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啊，村内人咧，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，然后就淹死啊，敢毋是？对吧？耶稣搁举一个咧，咱若知影贼仔什么时阵会来，咱就会备办便，对无？啊，但是咱敢毋知影有贼仔吗？大家拢知影，即个世间绝对有贼仔，对无？就算是即马吼2025年，贼仔犹原搁伫个，敢毋是？虽然大家拢讲哇，台湾的治安实在有够好吼，你摕你的苹果手机啊，你甲迄支苹果下伫遐占位拢袂要紧，你的苹果拢袂互人杀伊。但是你的啥物物件会互人杀伊？你通倒仔买牛肉汤，你还吊喺乌多摆顶面。你的便当哇，尤其是种排队名店，你甲伊吊喺乌多摆顶面，会互杀伊袂？哦，高几率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特别若要去买食的吼，我袂甲伊吊喺乌多摆头前，我会甲伊收入去迄个后斗内底，因为我知影伫台南即个所在，你的手机啊无一定会互人客伊，你的钱袋啊，哦，我有即摆我的钱袋啊落喺对面迄个不二门吼。因阁甲我送转来呢，阁送来教会哦，伊阁行一摆教会问我，遮敢有一个张姐牧师？我想讲哪里像啊？我讲我是对面不二门的，我捡到你的钱袋，我帮你送转来。哦，但是若是我是甲我的便当吊在阮兜门骹口，会互人杀伊袂？咱拢知影伫台南，手机也卖无去，钱袋也卖无去，但是食的。有可能会无去，所以咱拢会备办便，随时备办便保护咱的便当，保护咱的饮料，对无？所以当咱知影讲什么危险，伊随时会出现，咱就会对即个物件足用心。啊，咱若无用心，有一天像咱古水的传道，伊讲吼，伊以早伫因兜拢无咧锁门的。所以咧，伊搬来到东门的时阵，嘛拢无咧锁门的，真诶哦啊！你说我拢无咧锁门的，嘛无咧炸锁匙的，反正我着电梯爬去你甲6楼，开门我就会当倒去啊。但是有一日，就伫伊无想着讲有人会走入来东门教会，真正有一个人。莫名其妙，就安尼为咱的大门行入来，踅啊，看到有电梯呢，啊无甲试一个，啊试一个了，哦有6楼呢，啊无甲试一个，试一个了，哦，这个门拍会开呢，啊甲入去，每一个房间拢甲开咧，影咧，来到此一游就离开啊！哇，甲迄个时阵，团队较发现讲，哦，原来门真正爱关呢。所以后来就甲伊换一个锁吼，互伊真正讲啊，原来真正贼仔会来呢。所以当咱无注意一项事的时阵，咱就会对伊放互轻松，就袂备办讲有一日真正有贼仔会来。
啊，若是我，若传道讲，我若早知影，迄日啊有人会无代无志走起来，咱遮甲每一个门拢开看卖，伊迄日会锁门袂？就绝对会嘛。啊，问题是，就毋知啊。你感觉毋知，感觉足遥远，无可能会发生的代志，咱可能就袂遐尼用心来准备，敢毋是？但是即个世间有差无？有人有真用心咧备办咧顾好家己的厝无？有的人可能有的人可能要等伊着在头，伊才会来准备。啊，其实吼，咱来看，咱台湾嘛足古水哦。咱台湾人拢知，咱台湾是一个足侪天然灾害的国家，敢毋是？吼，啊若气象预报讲，风台要来哦，咱会准备袂？加减啦，吼，尤其是前一阵仔大水淹甲是有够旱的迄几摆哦，若听到风台，咱就知影讲爱做一寡防水的措施吼。啊，但是咱嘛知影台湾常常有地震啊。请问有为着地震做地震包、灾害防灾包预备的，请举手。一个，你看咱遮尼侪人，敢若一个人因兜有防灾包，哇！咱敢毋知影台湾的地震？咱敢知影咱迄个高速公路下骹是一条断层，迄条断层足久无大叮当啊无定伫咱互上帝接转去以前，咱是有机会拄着迄条大断层，哇！大地震是有机会哦，好食断层其实离咱足近的，咱敢知？有的人知，有的人毋知。啊，知的人，咱有准备吗？奇怪呢。对吧？咱拢知影讲，有一日，真侪地质学家拢会甲咱呼吁讲，咱迄个南亚海沟足久无大地震啊，咱爱随时做准备。嘛，真侪人甲咱讲好食断层，足久无大地震啊，咱爱做准备。嘛，真侪人讲眉山大地震是足久无发生的代志，咱爱随时做准备。但是咱敢真正有遐底准备？所以耶稣讲啊，着谨慎，因为你毋知影恁的主什么时阵会来。咱嘛毋知影地震什么时阵会来，总是咱需要准备无？会需要咧。哇，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一项事，就是咱要准备，还是毋免准备，其实无在伫伊到底会发生，还是袂发生，是在伫咱对即项代志有看重，还是无看重。和伊到底什么时阵会发生无直接的关系。在伫咱对即项代志看重的程度，咱会决定咱到底要为着伊准备，还是无爱准备。所以，伊看重上帝甲伊讲大水要来的即项事，所以伊真认真来做准备，互伊成做迄个会当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的人。但是，若是咱对即项代志无要紧。感觉讲时到时担当，我把现在就好。那安尼，当这项代志真正发生的时，无论伊是意外，还是地震，还是风台，还是上帝真正耶稣真正过来啊！咱若无做有中，对这项代志无用心的时，咱就无可能会被版本。所以耶稣。这是一个起头，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伊只是一个起头，甲咱讲，咱随时爱备版本。你若各位后面甲看落去，就足济咱为主日足熟的遐个譬如，一个一个就出现啦吼。伊会讲贼仔随时会来，嘛有讲着迄罗卜的譬如吼，有人领1000，有人领2000，有人领5000。咱毋知影咱的主人什么时阵会倒转来，但是只要咱对这项事真要义，然后咱真要紧、真看重的时阵，咱就会积极去做准备。搁有10个童女的譬如吼，有一半的人知影讲新郎随时会来，因有先备办起来。有另外5个，因感觉凊彩啦，我应该安尼就有够用啊。无搁另外做准备，然后新郎来的时阵，就有一半的人会当入去食喜酒，另外一半的人互关在外口。耶稣因一连串足济，譬如就是咧甲咱讲，天国真正随时会过来，人子真正随时会过来，咱需要随时做备办。
那安尼问题就倒转来家己咱的心上啊。咱敢真正在意即项事？咱对上帝国的责任，对耶稣基督的责任，有仰望吗？有注重吗？还是咱干那在意圣诞节？因为即个时咱知影，过3礼拜，咱会伫遮做圣诞礼拜。咱知影，过3礼拜，正歌队会唱足长规本的诗，咱拢知。咱嘛知影3礼拜了，咱要伫对面食饭，咱拢知。所以咱会为遮个代志做准备。而且，因为咱有买餐券，钱甲开落啊吼，无彩呢，敢毋是？哦，所以这诚做咱心头注重的一项事，敢毋是？啊，但是对迄个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发生的事，咱阁看重伊到啥物程度咧？耶稣基督过来对咱来讲有重要抑无？咱真正有期待即项事会发生吗？伫我细汉的时阵，读主日学吼，老师讲，耶稣随时会来哦，他有可能明天来哦。结果明天什么人拢无来啊，干那阮母爱来叫我起床尔，对无？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听主日学老师咧讲，我拢感觉这和我无关系。耶稣来，甚至老师会讲，耶稣过来的时阵会有审判哦。哦，听起来就无好耍呢。小朋友会介意吗？所以我细汉的时阵拢感觉。啊，反正耶稣毋知影啥物时阵要过来，啊，伊也是莫来好啊啦。我会当好好佚佗就好。总是豆豆啊，伫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人生总是会拄着一寡的委屈，然后会开始发现，哇，即个世间无公平，是安怎歹人拢无得到报应呢？对安尼，我就开始互耶稣较紧来，互遐个歹人，我感觉伊是歹人的人。上好，因会当得到上帝的审判。但是主日学老师佫讲，耶稣来毋是干那审判歹人啊，伊要审判咱每一个人。啊，咱着爱准备好势，当耶稣来的时阵，咱是受审判了，会当去领受咱做上帝囝儿的免流。咱要来准备咱家己，去得到上帝来的奖赏。哦，迄个时阵我就开始感觉好。安尼我毋但爱备办来听候，将我的委屈交托互上帝，我也爱备办好家己，互耶稣来的时阵，我会当笑甲上落尾。过来愈大汉，结婚生囝了后，我看到我的囡仔，我就开始想象，哇！若上帝国来的时阵，咱敢会当全家拢伫遐？我若仰望阮囝会和阮做伙行入去手牵手行入去上帝的国，那安尼我是毋是爱对即马开始，甲伊讲上帝对我有偌重要，耶稣对我有偌重要？所以伫因开始听会当听人讲话，会晓开始讲话的时阵，我就带因同日做伙来诉说上帝的恩典。甲因讲，恁伫学校所拄着的每一项事，无论是好事还是歹事，上帝拢会陪伴咱来面对伊。我仰望会当通过遮的日常生活所做的每一项代志，互因知影耶稣听因，耶稣也要陪因大汉。过来，到伫我的爸爸妈妈拢互上帝接转去了后，我阁对上帝国有无共款的期待。我开始想象。遐是有我亲人的所在，遐是有我爸爸妈妈的所在。我会真仰望耶稣较紧来，安尼我就会当较紧和我的所听的父母团圆。我的阿公阿嬷，我所听的我的阿叔，大生我离开的遐个人，拢伫迄个所在。我就会仰望，无论是死亡升到，还是耶稣升来，拢足好。因为我会当和我所爱的人团圆，我开始对上帝国的责任，也是我本人的安息，有真侪的期待。啊，毋是讲我足想要去死吼，毋是哦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会当进入到上帝国迄日，迄是我大欢喜的日。我毋免为着即项代志来悲伤，还是惊吓。
我是带着大大的欢喜甲愿望，随时备万变，我要来赢这一日。我毋是要为着讲我会离开所有的人，我会足毋甘足艰苦无。我是带着我要去见我所爱的人，毋那是我的父母，阁有听我的主。我是因为安尼真愿望也真期待，无论是我安息迄日宣告，也是上帝国来的迄日宣告，我拢真期待，也拢真欢喜。所以，若当咱有一个期待甲愿望的时，咱就会产生一个动力。就算伊毋知影倒一天会到，总是咱拢会当带着一个大大的欢喜甲愿望，为着即项代志，积极甲伊备万变，随时听候，随时迎接即日的发生。那安尼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国、对耶稣的再临，有啥物款的期待甲愿望抑无？咱对过一摆见到耶稣这项事，有啥物款的想象抑无？咱敢有想象讲，哇，我要见上帝啊！迄个时是会当有偌欢喜，也有啥物期待？你有想象过我见到上帝的时，我要领受啥物款的免流遐无？我入去到上帝国的时阵，咱有期待要看到啥物物件遐无？咱敢有即个期待甲愿望呢？今仔日是台港节第一主日，咱所点的蜡烛，虽然即摆会花去吼，但是咱所点的蜡烛，伊代表愿望甲期待。即个时阵，邀请大家，咱将目睭闭起，咱来想象一下，咱对见到上帝，对见到耶稣，有啥物款的期待甲愿望无？咱来想象一下，当你看到耶稣的时阵，你想要下面讲啥物话？咱的心内有啥物款的委屈？想要用伊来讲的也无，咱有啥物人想要拜托耶稣，带咱去下面见面的也无？咱有啥物款的遗憾，想要请耶稣甲咱斗相共的也无？咱有啥物话想要对耶稣的喙内底听到的也无？当咱见到伊，你所想象迄个画面是水的吗？是充满阳光的吗？还是充满惊吓的？还是你会悲伤？你若会欢喜，是为着啥物事、啥物代志欢喜？你想要甲主分享？你若会悲伤？你若会受气？你若有济的惊吓？阁是为着啥物呢？咱将遮的期待，将遮的情绪，拢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主帮助咱，会当将咱所愿望、咱所看入的，拢交托互伊。因为当伊来的时，咱要看见咱所欢喜的代志会成就，咱所受到的委屈会得到公义的判断，咱所悲伤的事会伫遐得到医好。咱同心来祈祷，
请来，请来，伊玛内利，伊是救赎阮的主。当阮伤心的时，我要举头仰望你来降临。请来，请来，伊玛内利，伫阮踮伫黑暗的时，你要成做阮的光。愿你将即份的期待充满伫阮的心，互阮得到仰望，互阮得到向前行的气力，互阮会当领受对你来的平安甲欢喜。请来，请来，伊玛内利，愿你赶散一切的黑暗，将一切死实权势拢消除，通互阮的心会当充满仰望甲欢喜，因为阮知主，你的确要来临。愿你帮助阮，点倒阮心中的期待甲仰望，互你的光照伫阮的心里，互阮重新对你有渴慕，重新对你有期待，重新对你有仰望，重新对你有信心，通互阮伫新的年的开始，会当备办好，阮随时要来迎接主你的降临。毋但降临伫阮的心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教会，也愿你搁一遍向阮来显现，看见上帝国会当实行伫即个地面。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面，亲像伫天面。因为阮要看见你的国权能、荣光显明伫全地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这是咱来唱圣诗第42首，请来耶稣愿所仰望。这是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即礼拜三圣经学堂的进度进入到马太14章22节到36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同齐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好，第一项的报告吼，咱踮伫后主日，歹势这日期写毋对，12月初7吼。后主日第一堂礼拜中间咱后礼拜敢若一堂尔吼，所以咱踮伫后礼拜咱会举行圣餐甲洗礼吼。所以，咱会踮伫差不多10点半的时间，咱踮伫咖啡屋要来举行问道理，所以邀请若是有报名洗礼兄弟姊妹会当踮伫10点半到伫咖啡屋，嘛邀请咱的小会员会当共同出席。好，过来咱今仔日是抬杠节第一主日，所以咱有安排咱遮的同工来负责点6节的服侍，所以嘛请咱的同工来注意遮服侍的时间吼。好，咱会踮伫12月14中昼来举行礼拜师会的训练，所以邀请咱的中职同工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，第4项，咱踮伫12月21要举行圣诞爱餐，所以未买爱餐的兄弟姊妹吼，咱会记咱这个时间会到伫后礼拜来截止吼，所以嘛邀请咱的若是兄弟姊妹有参加团契，请恁团契迄边来登记。若是无参加团契兄弟姊妹，会当办公室用先干事这边来购买吼。好，过来咱下嘛踮伫礼拜三的时阵，咱踮伫101吼，咱除了顶一个月是5位姊妹的迄个画展以外，阁有妇女团契要加上因的作品，要同齐踮伫101来做展览，所以咱会踮伫101也共款，咱做一个开始的祈祷，邀请咱会当做伙，咱的礼拜刷了后来到伫101踮伫遐，咱做伙来参与吼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。咱来读本周金句，来读2解。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时会来临。马太福音24章42节，搁一解。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。马太福音24章42节。咱做伙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。愿上主大人来，唱山车牧师祝祷，请大家起立。愿上主大人来，迎接恁心内，主会听每时刻。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感动甲扶持，点到认真人心内的渴慕，对上帝国的期待，
必办心，迎接主的再临，对一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谢谢。